麻烦请各位全贤再次检查我们的麦克风是否关闭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1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曹兴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今在人间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随玉县，周原显化在浦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只得西来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行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经，收听学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收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顿跑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这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金脸红发显神通，得起造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金，威震北方为帅手，入侵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将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整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田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
的下士不非轻，灵宝齐鲁临三地，拈花应正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燕征收元挂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今在人间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中原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只得西来白杨子，香儿点点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收听邪人胡说话，老栓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各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金脸弘法显神通，得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一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
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心在人间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，烟花老母垂玉线，周圆显化在府中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只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只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收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得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贴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引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，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金脸红发显神通，可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金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周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只念1遍神通大，只念2遍得超生，只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
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后1后再扣3后4扣5后6扣7后8扣9扣10扣手。好，麻烦回向文。爱想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拨转，慈悲拨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保佑众生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万物生命安全，治所治导，治所治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忏悔文。忏悔文。我习所造诸恶业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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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各位天贤慈悲，后学导读结束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新年快乐，大家晚安。感恩，感谢感谢慈悲，感谢慈悲。